说得有理。哎，相公，定内于人，不妨，看他们也是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他所去的。这位仁兄请了，小弟有礼。小弟这厢万里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啊？小弟心中明眼的，乃是上谕做家长人士。这仁兄，官问兄台是规矩两三辈，两仁兄，去官，两仁兄也是去杭州做事。真是，请问你呢？我也是去访师求友。好极好极，请坐，请坐。喂，来。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到杭州读书去。我们也是到杭州读书去。哎，那巧极了，小姐。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替她做甚？哦，我是说，小姐要是能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是啊，贵为仁兄，莫非仁兄有所不知？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成金杯，妙龙随风成能手，琴棋书画天为。我此番杭州居名士，举妹一心相同来，我以为男儿不许尽书读，女儿读书也应该，只怪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小菊妹。妙嘴高人，妙嘴高人啊！三兄红来里曾经自古好曾用心，我女同志不莫谁，女儿读书明理也得你。本兄夸奖，奇观奇观。我以为天下男子一般样，而他也为女子把我比。想在我两人有世界上，我愿意与他结为兄弟们。主人兄，小的语言，这是难以启齿。圣兄与我见教，请但身不妨。相爱不兄友不弟，也不美也不近，欲愿千里来相会，得与仁兄心欢喜，亦有与你俩结拜，弟子仁兄可愿意？
17岁了。与他是与这位的长这位兄，此次你我得天一拜。这是在这旅途之中必得相助，这便是何时好？是啊，不妨出头为下，出头为下。是此甚好？请。天色不早，你我不是等晨去吧？司局，宁信看枪细雨啊！言语请两兄请啊！言语请请爷的呀，你我同操3年罪，今日我见你儿宽厚，只有女子对儿宽。爷的呀，你穿着儿童为何意？你做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要看来看去看不定？啥时我的儿官提起此事真相是做家长年年与庙会，趁人将我去办官印。你下次再要下女才
夜的不必母亲睡，待我去禀先生知道。说了，下次不哭。夜里早来，与兄去就来。小姐，让我与书信明了。是不是来催我们回去？是的。那我们要不要回去？要回去的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明天。离家多数也三场贼，老夫子共同家属催我归呀。我与他同唱三贼披心肠，心中是在生死黑，老夫与兵盼归，难杀自心两三回。相见多数三贼长相关，小姐的心是多平配，两相公家事谁平安？但他遇得有罪，你倒不是月老更嫌他谁？先生，你拜托师母做他妹。师母啊，哎呀！宁心，哎呀，宁心。叫我是他妹。听宁心来说，你家又有书信来催你回去了。是啊，实在家父来信，说有病催我归去。父病离开回家，几时动身？我向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登城。是此一路小心了。多谢师母。宁心，快去准备营帐。哦。相公，我这营帐去了。宁心，师母，英台，你与何言相告？没有什么。英台与我谈色无妨。师母，我英台，坐下来讲。是。
常在，我有满腹心事，讲啊，开难开。一缕花谈生方，是是我啊，应该来世啊，乔装给。是我心中着迷师母，你早就明白了。哎呀，去来去出要专才，教育师母为何来？啊，师母啊，绝不可以鸟酸菜，还叫你兄两三杯。倘若你师母来鸟成，我当用几菜心为。应该都是多情，三十里的也有才，师母愿意做他妹，两三个配做一配。
两兄你要这也不难，一家牡丹虽才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真来盼。清清荷叶清水塘，鸳鸯成对玉成双。两兄啊，金台啥子女红妆？两兄你愿
女不可叹你两兄碰死女，哎，彼此今生同了福，谁叫你比来比去比上我，亲两兄你莫痛苦，小弟陪谁来生好了，好了，快走吧，两兄啊！我曾两兄敬你生，等30岁送我迎，常言道。送君千里总须别，亲两兄谁此来不转未曾，雨夜里草桥结伴心里酸，再送你到长亭。思君，把你相送到长亭，把你相送两兄啊，你我也两分开，本夜里你话语红颜来交代，我临别想问你一句话，问两兄你家中可有妻房配？你早是与兄非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情未定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，爷弟替我来做媒，谈女子千金是哪一位？谁是我家小菊妹？
我应配。太尉子身不开不开，家父中我献英才，此次多谢炎帝来鸟才，两兄你花轿早来陪。
真不宁，不知为了何事。这啊，哦，弟子思念家乡。思念家乡，那么离该归去。什么？我三伯，我有一事正想问你。什么有话请讲。三伯，来是。外是女群才，夜里为了长官位，四目的文外文语好体来相通。替他做他妹，听了句是鸟酸菜，看不是夜里要去谁？三伯呀，应该原是女子。平台是个女的，是呀，平台是个女的。是此说来，平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平台。对呀。平台是几姊妹，是几
媚娘，说得对。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。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
英台呀，为父何尝杀得你离开西夏？真乃是女他当家哦！女儿年纪尚小，年纪尚小，为父岂可负了儿的前程呐？啊！女儿不娘，爷，你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州和苏世居，莫非你信？你跟小姐和苏三姐都做了些什么？小姐，宁信你谈色无妨。强，小姐在杭州和苏三姐遇见那规矩两三不相公，你就进来应应不理，设法里送别上定，小姐话。小姐问请客，须知美。心佩，你。怪不得我好言相劝，劝不行，恰原来才怀疑了儿情，为我姻缘一不容。不为了老母一片心，自从断不分天地，哪有归死的情？马家是有美有品有福名，两三辈他与我做家那年。门外与规矩两三不相共举荐。两三不急，慢，命他客厅见事。与请两相共。冒昧的人，外望人不大人，天理啊！两眼着路过万色，像是路过万岁。乃是特地招呼，一来向人不大人请安，奇怪。二来嘛，身边往往应台也地。两相公，请用茶。宁是弟弟，哦，是宁心妹妹哦。两眼着远道而来，请到书房稍坐片刻，当面应对呈见。来，陪两眼着书房稍坐，我的退马是。
梁相公，请。现在吧。司君。年轻，许请小姐下来，是有可相访。是。慢，叫他先来见我。是。要如何干？梁兄在哪里？梁兄在哪里？弟弟，因为梁三伯放你来了。梁兄在哪里？因为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。我与梁兄你最近来，同窗山寨，远道来访，岂能不见？你是马家的臣了。女儿未曾意孕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与父母做主。弟弟因念女儿长定情绪，父妹无品，做事不多。与师母为媒，让酸菜为聘，与理无亏。因为你弟弟，马姐乃是专一世家，发有门庭。梁家虽说平安，也是清白人家。因为你太大，弟弟。旁弟弟是女儿，曾做不亲，只是婚姻他里，你岂可生心？婚姻是比儿媳，官儿的终身。啥不家马家？有从门庭，要女儿嫁马家，甚难从命。你太大。
三八乃是结拜兄妹，求永你一起。弟弟，不过你要好好相劝一他，叫他另娶所女。弟弟，宁信，快请两相公。是。兄弟，你不要泪痕满面，于是离索。与请两相公。兄弟。梁彦成，彦成远道到欢喜，是老许不能泪红眉。难更改，我只好收陪梁彦成。你从杭城到环山，你不与陪伴君从一位。因为你与三八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管理，才有半点平安。为父为你要增加贵。宋人吧，宋弟弟。宁熙，被司局到里面歇歇一会。是，相公，不可。放肆！哦，司局哥哥，随我来。号称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弟兄相称。可是今你已是做官当办，我该称你眼底万事。您我在杭州读书的时节，我乃是女扮男装，您我理当弟兄相称。此今嘛，不妨改成兄妹姐妹两兄。两兄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请到小妹四楼小坐。此次甚好，两兄请，姐妹请。啊，万是姐妹先请。
从来放句美，我只得将颜欢笑上。两兄，自从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啊！也没家具相比完胜，托两兄之福也还好。两兄此番是路过，还是得到？与兄妹特地到此，一来向陈府大人请安，二来嘛，想帮帮你家君妹。君妹，哎，是嘛？那一人前往堂上送你一回，你是家有小女妹，长亭长别送你妹，女兄子特地来问求情来。两兄啊，你到君妹是哪一个？谁是小妹做一枚？兄子啊，小子也美两三杯与左一杯，也是姻缘配，龙来见他欢笑，我心碎。他真是弟弟叫众生配。就凭同一关系，令我脸上子伤悲。两兄啊，我有一件伤心事，要想明生啊，可难开。哎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你但是复法。两兄，何事？自从小妹别你归来，哎，弟弟做主，也将小妹的终身总是啊，许配马家了。马去，马太岁的儿子马文才。
你好。我
女都不爱。是因得面红还擦看难看，可记得呀18里相送长亭路，我是一片真心吐出呀来，可记得比作鸳鸯成双对，可记得
难眼泪，玉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我为
分悲呀，离分悲。两兄弟红孩子可两回，那红的可让我做英配，黑的可让你两三倍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我才死也要与你同两兄。今日私信一封请示一律，且为娘代为，以为儿病重相念。胎儿快来。
春城骑兵难还回，娘啊娘，堂上儿归望前路，儿的娘身体虚死看见母亲是儿女儿死，要扶桥走上离分啊悲，相公离分悲，离分悲，红儿子开两腿，红的开他走银台，黑的开他儿两三杯。相公，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，儿死后要与他空啊陪。犯两次劝儿塑造，你为我总是不理不睬，心为费尽
心血，无非是为儿的终身着想。今日是你他心之人，你全部收走。应得呀，你总该替为父想想啊，应得。难道我见错了你不成？你竟算四放肆！你要我气死我在旁边老母啊你！做小姐，我要见做小姐。杨兄做小姐。这是我家相公临座而下。两兄早不宜，不同团官场。
弟弟要儿上轿，儿虽依从弟弟，这是弟弟呀，一儿一丈，你讲。两盏爬沙灯，桥儿三千只应听。要花轿前往浮桥子，女儿要拍书房，去计两相分啦。为父依你求死，不过你要外面插红，里面插白，既然之后说到马家交拜天地，说是说着不得求父。女儿拜别了。
两兄啊，十指房，天纵人愿成家恩呀，谁知晓喜恰比较。